你好，我係楊明霞醫師。根據數據研究顯示咧，全世界咧總共有5000萬個人咧係帶癌生存嘅，每5個人當中咧就有1個咧就有患癌嘅風險。咁呢度嘅數據咧，其實顯示患腫瘤嘅機會咧其實好高噶。咁今集咧食養生心呢個節目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有啲咩食療可以幫助大家預防腫瘤嘅。首先咧，同大家講一講點解我哋容易患上腫瘤。第一點咧，就係我哋長期咧生活喺一個比較高壓力嘅環境裏面，即係譬如好多時候講 deadline 啊、OT 啊等等呢啲工作壓力咧，都會容易令到我哋增加咧患腫瘤嘅機會嘅。第二咧，就係如果我哋長期受到負面情緒嘅困擾咧，都會導致咧我哋有呢方面嘅體質嘅。例如我哋長期處於一個鬱悶嘅情緒啊、抑壓嘅情緒啊，或者啲唔開心、嬲怒嘅情緒咧，呢啲都會導致咧我哋身體嘅氣血功能唔好咧，都會引致患上癌腫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如果我哋長期睡眠不足，咁有數據研究顯示咧，如果一日咧係少過6個鐘頭嘅睡眠咧，都會導致咧我哋係有高風險患上癌症或者腫瘤嘅。如果長期咧受到便秘嘅一啲困擾嘅人咧，通常咧都特別容易患上腫瘤嘅，例如腸息肉啊、痔瘡或者係大腸癌咧，都係因為便秘所引致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長年累月咧，如果係太靜態嘅話，冇做運動咧，都會令到我哋氣血運行得唔好，都會導致咧患腫瘤嘅風險嘅。咁再嚟咧，就係我哋如果成日食啲加工食物，食啲嘢咧高油、高鹽、高糖分咧，都會導致咧我哋嘅身體有負荷。身體咧如果係太多負荷嘅話咧，釋放太多嘅游離基 free radical 咧，都會導致咧我哋患腫瘤嘅風險嘅。總括嚟講咧，其實呢幾點咧，大家如果係注意翻自己嘅情緒壓力啊、睡眠嘅時間、腸道嘅通暢，再加上咧有適當嘅運動等等咧，呢啲都可以幫助咧我哋避免咧患上腫瘤嘅風險嘅。根據哈佛大學一個數據研究顯示咧，其實有幾方面咧，大家如果注意翻咧，膳食就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翻呢啲患癌腫嘅風險嘅。咁首先咧，第一咧就係我哋要多食啲蔬菜啦，少食啲肉。咁揀選蔬菜嘅話咧，以十字科嘅蔬菜為主，例如係菜心啊、白菜仔啊、羽衣甘藍呢啲咧，都係十字科嘅蔬菜，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翻呢啲身體嘅情況嘅。咁第二咧就係啲茄紅素啦，番茄係一個好好嘅茄紅素嘅來源啦。咁佢可以幫助咧我哋滋陰潤燥之餘咧，亦都可以咧有抗癌抗腫瘤嘅一啲作用嘅。咁第三咧就係胡蘿蔔素啦。我哋如果平時咧膳食裡面，譬如煲湯啊、炒菜嘅話咧，加少少甘筍或者係蘿蔔咧，都可以幫助我哋減低患腫瘤嘅風險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啲堅果類啦。咁平時咧可以適量食用一啲比較少烘焗嘅一啲堅果，例如腰果啊、合桃啊、杏仁等等咧，呢啲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減低患癌嘅風險嘅。咁另一方面咧，揀選肉類嘅時候，大家不妨咧揀選多啲魚類，咁尤其是係三文魚，裡面有 omega 3，可以幫助咧我哋係改善嗰啲腫瘤嘅體質㗎。咁總括嚟講咧，就係多菜少肉、少油、少鹽、少糖咧，就係我哋嘅金科玉律啦。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氣滯血瘀、濕阻同埋氣血虛弱咧，都會導致咧容易患上腫瘤嘅機會嘅。首先講一講氣滯先啦。咁如果咧我哋平時咧因為壓力太大或者太多負面嘅情緒困擾嘅話咧，都會導致氣滯血瘀嘅。再加上咧，如果我哋長年累月靜態嘅生活咧，就少喐動、少出去、少唞新鮮嘅空氣咧，都會導致咧我哋容易氣滯血瘀嘅。跟住落嚟咧就係濕重啦。咁我哋因為喺香港啦，地勢比較低，而且近海，所以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係比較容易濕氣重嘅。再加上咧長年累月咧，有時多出街食飯啦，咁好多時候咧都會比較多油鹽糖嘅啲膳食，咁所以咧都會導致濕氣重呢啲問題。如果個人咧係特別中意食啲肥膩煎炸、油膩熱氣嘢啊、生冷嘅嘢，例如壽司、沙律、魚生咧，都會導致濕重嘅。咁另一方面咧，如果我哋長年累月咧成日都係唔夠瞓、唔夠休息啊，腸胃
胃功能唔好，咁都會導致咧我哋容易氣血虛弱嘅。咁所以咧今集食養生心呢個節目咧，我會同大家介紹咧一個預防腫瘤湯俾大家，幫助大家咧減低患腫瘤嘅風險嘅。咁呢度咧就係預防腫瘤湯嘅一啲食材嚟嘅。首先咧就係有苦雨靈芝、太子參、茯苓、田七、石斛花，咁同埋咧五常米嘅。咁首先咧就係苦雨靈芝啦。苦雨靈芝咧，我諗咧大家都有聽過佢名，咁但係咧都會比較陌生一啲。咁佢係東南亞一啲藥用嘅真菌，咁佢可以咧有好好嘅抗腫瘤嘅作用嘅。咁平時咧我哋可以用佢嚟煲湯啦，或者食療咧都有好出色嘅療效嘅。咁太子參咧，佢本身咧有好好嘅補脾益肺嘅作用。頭先同大家講過啦，氣血虛弱咧都會導致咧我哋容易增加患腫瘤嘅風險嘅。咁太子參咧其實佢有好好嘅補氣作用，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翻我哋肺脾嘅功能嘅。咁有啲人就問哦，點解唔用啲人參啊或者黨參？咁如果在我而言咧，食療嚟講最好咧係用太子參，因為佢補而不燥，而且咧價錢咧比較實惠一啲。咁大家不妨咧有時煲湯咧加少少太子參咧都可以幫助咧我哋補氣嘅。咁我哋揀選太子參嘅時候咧，記得咧就係所有野生嘅一啲藥材咧都係比較一大一細，同人一樣咧有高矮肥瘦啦。咁揀太子參咧都係有啲瘦啊，有啲短啊，有啲長，有啲肥咧。呢啲為止咧係野生嘅太子參嚟嘅。頭先講咧濕氣重咧都會導致咧容易有腫瘤嘅機會嘅。咁茯苓咧佢本身有好好嘅健脾滲濕嘅作用，可以幫助我哋改善脾胃嘅運化功能啦，同時亦都可以幫助去濕嘅。咁頭先同大家講過啦，氣滯血瘀咧都會導致咧增加患腫瘤嘅風險嘅。咁田七咧有好好嘅活血化瘀嘅作用，同時咧佢活血化瘀得嚟咧佢唔會傷氣，咁所以咧一啲補益嘅湯水咧都有時會加入少少田七嘅。揀田七嘅時候咧，要留意翻啦，佢色澤咧係偏淺啡色嘅中間，咁質根咧係偏深啡色嘅。咁大家揀選嘅時候要特別留意翻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係石斛花啦。咁大家都聽過石斛啦，咁我所用嘅咧就係石斛花。如果係長期壓力比較大、容易緊張、壓力、負面情緒比較多嘅話咧，石斛花咧唔單止可以滋陰潤燥，同時咧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疏肝解鬱嘅。雙管齊下之下咧，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預防腫瘤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五常米啦。咁我之前同大家講過啦，有好香嘅米味，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幫助咧我哋養脾胃嘅。米氣養脾胃，佢可以將所有嘅食材咧係歸入脾胃經，養脾胃之餘咧，亦都可以達到咧疏肝解鬱、健脾胃，再加上咧益氣活血、去濕化瘀嘅。咁我通常咧就會將呢啲食材咧擺喺呢個瑤池漢方嘅養生燜燒壺裏面，用滾水焗佢大概2至3個鐘頭，咁就飲得噶啦。平時咧大家可以1個星期咧煲1至2次咧，都可以幫助咧大家減低患腫瘤嘅風險嘅。咁呢啲食材同埋呢個瑤池漢方嘅養生燜燒壺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義賣項目嚟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話咁快咧就做好呢個預防腫瘤湯，咁等我飲下先。味道好特別啊！咁有少少甘味，再加上咧有少少澀味啦，咁但係咧好容易入口，同時生津，咁大家咧不妨可以試一試啦。細個時候咧，每個同學都要參加跑步嘅比賽，咁咧我係好苦惱嘅，因為我自己跑步咧係比較差一啲，咁我就同爺爺呻一呻啦，我就話：唉，跑步真係好難啊，點解跑極都好似跑得唔係幾好嘅？咁於是乎咧，爺爺少少口同我講話，每個人咧嘅能力都唔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目標，有啲人咧就想攞金牌銀牌，咁有啲人咧可能只係志在參與個比賽，有啲人好快咁樣達到自己目標，有啲人比較慢。但係終極咧，最緊要咧就係自己享受樂在其中，就好似人生咁樣，每個人嘅目標可以唔同，咁達到目標嘅速度咧都有唔同。咁但係咧，只要咧我哋中間享受個過程，唔比較嘅話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好豐富嘅人生嘅。爺爺咧喺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爺爺。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就想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令更加多人受惠。
終極目標咧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慷慨解囊。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食養身心呢個節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訂閱並且撳鐘仔啦。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嘅話咧，都歡迎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或者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都可以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 噶。